破读学台语佮手动作相关克漏字第15集71条，提刀仔把布袋戳破，拿刀子把布袋戳破还较有4字要选，第1字读做拄，第2字读做拄，第3字读做thuah，第4字读做拄着的拄72条，人客的茶上济会当thîn8分甜，就是客人的茶最多能够倒8分满下较有4字要选，第1字读做天还是忝，第2读做thìn还是斟酌的斟嘛是同款一字，第3字读做倒，第4字读做装装。73条，风透透把窗仔拖起来就是风很大，把窗户把它拉起来下较有4字要选，第1字读做thuah，第2字读做thuah，第3字读做thuah，这是破--tē的thuah的thuah，第4字读做thuah这个是海獭嘛这种动物嘛海獭74条，内底若伤热，就把外衫烫起来，里面若太热就可以把外衣脱掉会较有4字要选，第1字读做thuah，第2读做thǹg，第3字读做thǹg，第4字读做thǹg好，75条，里面紧了，爱准互干才袂快破就是揉毛巾之后要拧干才不易破会较有4字要选，咱第1字叫做准时阵的准，第2准，第3字读做转还是转第4字读做liáu还是扭好，感谢大家收听。